你仲做緊鬥平去搶客啊？我直接講句狠話俾你聽，呢個唔係競爭，係自己慢慢燒死自己。但有人用另一招喎，越做越貴，反而越嚟越多人買。好多 marketer 咧以為市場就係一個蛋糕，大家圍住去搶，搶多啲就係贏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錯誤認知嚟嘅。問題就係只識得內卷搶客，錯誤地認為市場係固定唔變嘅，而結果咧，你越做越平，品牌越做越低，啲客咧就越嚟越冇忠誠。結論一句，呢種玩法係自毀品牌價值。我講一個核心觀念，真正嘅營銷唔係搶份額，係增加需求。第一個重點，你要識得做大個蛋糕佢。點做？用影片去創造新認知咯。例如一杯普通嘅咖啡，加咗品牌故事、情緒、生活方式，整個附加值就唔同晒咯。呢個就係影響潛意識。第二個重點，你要識得轉戰另一個蛋糕啊嘛。本地市場捲到爆啦，你用影片加埋 AI 去做內容輸出咯，直接打海外市場啦。有 AI 語言已經唔再係問題啦。重點係信息入唔入到人心啊嘛。第三個重點，咩叫做更好嘅宣傳品呢？唔係靚畫面，係有策略、有潛意識設計嘅影片。觀眾睇完之後未必會即刻買，但係會記住你咯，甚至對個產品有好感咯。呢個先係品牌營銷。第四個重點，點解一定要用影片啊？因為影片係唯一可以同時打入視覺、聽覺、情緒，再配合催眠技巧，直接影響潛意識。文字同圖片都係做唔到呢個深度嘅。講到呢度就唔講啦，因為牽涉到我嘅付費課程。總之，記住一句，市場係可以創造嘅，增加個需求，而唔係直接去競爭。唔好再浪費時間去鬥平。真正嘅高手只做一樣嘢，用影片建立品牌，增加需求，市場自然就會傾向你啦。講到呢度，下一條片見啦。